Hello，我係 Wendy。之前有朋友仔問過 Muscle Test 嘅資料，咁我老師終於會喺2月頭再開班，所以想將資訊話俾大家知，順便幫我老師推廣下。有興趣嘅朋友仔就繼續睇啦。我每次拍片分享產品，都同大家講我係用 Muscle Test 嚟幫我自己揀產品嘅。太複雜嘅理論我就唔解釋啦。總之 Muscle Test 係有根據嘅。最早係喺1964年由 Dr. Goodhart 呢位脊醫喺美國開始應用同埋推廣。Amazon 有好多書介紹 Muscle Test， 亦都有好多另類療法係會用到 Muscle Test。我係喺2019年跟我呢位老師第一次學 Muscle Test， 之後再繼續睇書練習，令自己不斷進步。未學 Muscle Test 之前，我買護膚品 supplement 同大部分人一樣，都係靠人介紹、靠睇評論，然後抱住試試搏一搏嘅心態去買。坦白講，之前咁多年未試過揾到適合我嘅正嘢。學咗 Muscle Test 之後，雖然開始嗰陣經驗同埋技巧未夠，但起碼知道自己有個根據，唔使再盲中中周圍亂買產品。介紹下我呢位老師係外國人，叫 Kevin Duff， 已經喺香港住咗幾廿年。從佢身上面，除咗 Muscle Test， 我亦都學咗好多其他有關身體保健同埋好多種自然療法。佢真係非常非常有經驗同埋知識。我見佢咁多次，次次問佢一啲嘢，佢都有海量嘅資訊話俾我知，所以大家唔使怕俾人呃。Kevin 絕對有料到。今次 Muscle Test 開班日期係2月1號，即係下個星期日，時間係下晝2點至7點，上課地點係中環，費用係每位港幣1000蚊。一般會係小班形式，會有理論同埋實習嘅部分，會教大家點樣用 Muscle Test 了解自己身體嘅需要，會教大家點樣幫自己測同埋幫其他人測。授課語言會係英文，不過如果有需要，可以有廣東話翻譯。大家睇我嘅片，唔好以為 Muscle Test 只係可以用喺揀護膚品 supplement 方面，呢個只係我個人嘅興趣。除此之外 ，Muscle Test 亦都可以測食物。例如，如果有食物敏感問題，就可以測食某款食品會唔會過敏感。我當時上堂嗰陣，就俾同學仔問我係唔係好鍾意食雞，因為佢測到我非常 strong。更多嘅應用範疇就要上堂學啦。有興趣報名嘅朋友仔可以聯絡呢位負責人，一樣叫 Wendy， 但唔係我嚟㗎。最後要講清楚，唔好以為上一堂幾粒鐘就會學識 Muscle Test。學任何技巧技能都係要經過不斷練習同埋累積經驗，先可以令自己純熟。所以上 Muscle Test 測得好，上完堂之後都係要靠自己努力㗎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